照我所知道的选举以后，民进党里面自己做过检讨，我不知道在座的四位里面有谁看。那么在选举完毕以后呢，那个2个月那么民进党中央有开过几次临时会，有一个选后的一个检讨报告。那么详细的这个全文呢，我们都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看到的只是大纲。最主要的是集中在几个重点上面。第一个就是中国的政策，因为民进党的中国政策呢不够柔软不够柔软，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在选举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就是跟国民党来竞争。那人民看到的也是这个，因为人民的要不肚腹，所以我刚才有提到，民进党应该要苦民所苦要照顾人民的肚子那么国民党成功的地方就是说，他抛出来了一个梦幻球给大家泡泡五彩缤纷，让人民觉得靠那个肚腹就可以饱了，给人民一个很空洞的一个梦，然后大家跟着一起做梦我想这个在中国政策上，这是国民党赢得选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民进党也有针对这个来做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检讨，就是如何不要像国民党那个样，但是我们民进党如何的务实的来面对中国，来如何拟出一个务实的一个中国政策，尤其是在经济方面。那么第2点呢，就是民进党检讨的呢，就是说在于就是说马英九的施政，因为它有很多的缺点，也有很多的漏洞。那为什么到最后民进党最后是忙于应付国民党对民进党候选人的打压，拼命做回应，而忽略了就是说朝马英九施政的政策方面的缺点去提出还击这个也是我们民进党在报告里面检讨的。还有第3点就是文宣在文宣方面呢，当然国民党的一向在选举上面，它的经费是非常的丰富，它根本不用筹款，它党产就可以拨出来了那我们民进党在每一次重要的选举的时候，钱都不够，因为我们没有党产在后面支撑来让我们来花所以都是靠着民众海外跟海内的小额的捐款，所以在文宣战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的聚焦不够还有就是说文宣的宣传力因为经费的关系也不够这个也是我们第3点检讨的然后第4点呢，就是国际上面的协助，在选举的时候，因为有几个国家它是帮助在明白明目张胆的帮助马英九非常的明显那这就是我们民进党呢也在检讨报告里面检讨的，我们跟这些重要国家的沟通不够所以呢我们民进党据我了解民进党以后会拟定在美国在一些重要国家，我们会加派我们民进党的代表在 DC 啦，还有在美国、在日本、在欧洲都会加派代表在国会、在参议院，还有欧洲的英国的上议院或者是下议院等等，来促进这一些重要国家对于民进党政策的了解跟同情。那这个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大纲来提供给各位乡亲做一个参考。好。我想针对你头先实际上，你头先讲的那个问题民进党确实有机会啦，因比条无甲所有的重新解说，但是咱就看到，看到其实就是关键我开始讲的，咱过去对民进党寄望，但是民进党选举了，其实互我更较失望。怎讲失望呢？伊检讨的内容是啥？讲民进党无够中国化。选举以前，大家知影，迄个王世宏讲，为着爱顾巴肚对无，所以毋免拜佛祖，这是讲的嘛，对无？大家目真一人富裕即届检讨了，甚至即摆5个要选举的这
每一个这公知性候选人，因讲的嘛是真接近的意思，就是讲咱来务实来去面对中国的壮大，但是你莫袂记，伫阿扁做8年的时阵，2005年其实我有查一个资料来，这个资料就是阿扁做总统的时阵，咱有写一张配合。写一个配合就是讲，伊伫做总统的时阵，我甲建议讲吼，你千万唔通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因为台湾根本就唔是中华民国。我讲你后一个要靠无目屎，即马马英九已经甲中华民国签订 ECFA， 大家知影是啥意思？签订 ECFA 就是讲中华民国的国民党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 merge， 所以民进党执政嘛好，是伫按照中华民国的时阵，你要讲阿句啥？你选票嘛选输人，哦。那你若讲用民主方式的时阵，要讲投票的时阵，你就投输人，好啊，会使啊，大家来国际行，你投票投输人，是毋是代表讲台湾人民已经同意讲要接受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是中国，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逻辑是袂通的啦。伫这张纸内底，咱写互伊的时阵，阿扁也签字，回倒转来。伊讲我已经主张一边一国，已经真好啊。过去伫李登辉时代，讲台湾中华民国甲台湾甲中国是两个特殊的国家，也是讲过去讲。中华民国是台湾，阿扁啊，迄头就是讲中华民国就是中台是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这吼非常的扭曲着台湾真正迄个国际地位。台湾真正国际地位就是讲，台湾毋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你若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时阵，较实际，今仔日已经是北京迄个。你著 ECFA 签了 ，ECFA 签了，伫国际上的解释，大家清楚，迄是解释啥？两个已经牵手好好啊，安尼是毋是大家要同意？大家同意的时阵，若大家心内迄愿意的时阵，迄是 another story。若毋是的时阵，你爱想看觅，你若今仔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之下，你的财产一暗就变无去。咱头仔讲的，人民的所得一年，咱是2万亿。大概中国大概5000至8000，我袂记啊，吼，大概是这个范围内底。第一，你的财产随便无，哦，那你的言论自由可能就接近今仔日香港同款，哦，所以这是咱来去思考的时阵啦。我是感觉讲上主要的台湾人，也是讲咱今仔日在检讨上重要第一点，就是咱叫民进党甲台湾甲中华民国拆开啦。台湾毋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毋是台湾啦。因为党章内底甲你讲啊足清楚的，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伊的名叫做中华民国。No， 确实的毋是啊。哦，这是我要提出来，因为提出来讨论无毋对，嘛有甲报纸讲过。但是这点是真侪是海外人无法度接受，真侪国际学的专家甲咱讲，台湾人你去创啥？恁根本就毋知影讲，台湾人你到真正你伫国际上人甲你看安怎看法，哦，所以咱爱真清楚了解，今仔日台湾人伫国际人甲你看是看啥？你若无出声的时候，都是认同嘛。啊，咱若讲，大家拢讲 yes 对啊，咱若去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国家，叫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呢根本就叫中华民国，啊手好啊，对无？所以讲袂通啦，吼，我认为无错。我想吼，这个民进党该趣味一点就是讲吼，若迄个统派媒体讲安怎吼，迄着惊，啊着对咧调吼。伊讲这边选举了，民进党国民党媒体就讲，啊你属于九二共识嘛，你无中国政策嘛。即句话啊来，民进党家己就伫遐咧，哦安尼哦，啊你讲得对哦。啊，我着爱来到这个国民党学习呢，啊，阮着来中国遐来取经呢，啊家己煞个主张咯，即点我看咧实在是民进党哦，敢若有体无魂的稻草人共款，嘿，确实有影，
啊，若讲你暴力党，啊，伊也袂讲是安怎，恁较暴，恁较早28安怎杀死台湾人？哦，好啦，我做较温和吼，搁理性的吼，啊，你讲就对啦吼，也袂体解定解。啊，即摆来，我要行中国路线，中国这是足无安定的一个迄个，行中国的这拢是大生意人，台湾人2300几万嘛，是几个大生意人，亲像这过台面因啊，对不对？拢雪龙因啊，伫中国遐有好处，这生意人伫遐咧发中国啊，九二共识中国问题。你这2000几万人，咱这小老百姓，甲因有啥关系啊？对不对？你若咱国家这企业拢锁到台湾，咱台湾的失业问题就搁解决了嘛，对不对？哦，这介简单的问题你就做袂到，你即摆摕资金技术去咧中国遐咧，互伊壮大，啊，伫遐咧装这飞弹咧对咱台湾，啊，甲咱台湾这国际空间，咱一直甲咱打压。啊！我讲天下嘛，即种人，我大脑有够就对，摕钱去甲伊讨伊讲，啊，这钱吼，互你用，啊你也无够吼，再去甲我讲，我搁传互你。啊，再伊来甲咱讲讲，嘿，你著是我的啦，你著是我的，啊，听我的。当然是讲呀，我当讲到这呢，好，谢谢。